可唔可以介紹下 Sunny Graphics Workshop？Sunny Graphics Workshop 係一間平擺概念，由設計到自家製作公司，紮根喺多倫多超過20年㗎啦。主要係 B2B 嘅 services， 由平擺概念設計開始，數碼印紙、招牌製作、social media 管理，到室內裝修都可以做到。點解一間公司可以做到咁多嘅層面？主要係因為負責人對創業同市場推廣嘅流程好有經驗同可靠，佢認識嘅客人好多都變咗好朋友啦，不論大事小情都交咗俾佢嘅公司幫手。可唔可以講俾我哋知你哋實質嘅業務？有好多新創業嘅投資者，佢哋有一個好有創意嘅 business concept， 但係就唔知點開始，我哋就會幫佢哋做 branding， 分別做人裝、平面設計、市場推廣，例如 social media marketing， 同一啲原裝嘅服務。人裝同軟裝係其實咩嚟㗎？人裝就包括有招牌、鋪頭嘅設計、一啲特色嘅主題牆、裝修等等。原裝就包括有各類市場推廣，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呢一個 YouTube 平台推廣就係其中一種。當然平面設計方面就會包括有印刷或者 digital TV menu、海報、brochure 㗎。其實你哋嘅公司同其他公司有乜分別㗎？其他公司好多時都獨立咗我提到嘅服務，但係我哋嘅優勢就係將各樣型嘅服務結合咗，令到你可以有一個無縫配合，提升咗效率同節省咗好多製作上嘅費用。加上我哋其實係自己有各項唔同嘅機器、材料嘅掌握同運用，都有更加好嘅配合，客人就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同成本。你哋對未來有啲咩抱負？我哋想利用更多 AI applications 幫客人有效率更做市場推廣嘅項目，優點就係更加貼地同節省資源。今日好多謝你接受訪問，點樣可以揾到你哋？你可以 click 入呢一個 link tree， 其實係好有驚喜嘅，你一定會見到好多嚟幫襯過嘅鋪頭都係我哋嘅客人嘅。